咁啊，我哋去講下一單啦。係啦，真係冇乜好講呢度。好啦，咁啊，我繼續講啦。咁下一單咧就係郵差叔叔啊，郵差睇下先啦，揾翻個郵差先。好，冇啊，冇郵差張相。咁咧郵差咧，咁啊今日啦，咁啊出咗份嘢啦。佢話200名嘅過期嘅試用期嘅呢一啲咁啊郵務員啦、合約郵差，咁啊冇得轉正啦。咁啊改咗咧就2年嘅合約嘅咁樣。咁但係嗱，我睇到件事咧就係唔係咁差嘅。咁咧香港郵政咧持續咧出現赤字啦，咁啊唔係今時今日啦。咁立法會咧喺7月咧15日咧就通過撥款46億咧，就俾呢個郵政署嘅營運基金噶。咁其中咧包括咧呢個支持呢個香港郵政嘅未來3年嘅持續營運啦。咁啊香港郵政喺禮拜一咧即係17日咧17號啊，咁啊深夜咧就表示咧人力成本咧一直係主要嘅開支嘅組成部分啦。咁啊預計未來咧整體嘅郵件啊，咁啊量咧會跌幅咧會持續咁樣擴大嘅。咁啊現時咧就冇條件咧就向咧剛完成試用期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咧發出呢個長期聘用呢個條款咁樣。咁啊香港咧郵政表示啊，咁啊經詳細咧呢個考慮啦，同埋平衡各方嘅呢個嘅利益啦，咁啊會向呢個9月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咧，以及咧公務員合約嘅條款嘅續約2年啦。咁啊而咧不會向佢哋咧發出長期服務嘅一個通知書噶。咁啊至於9月咧以後咧咁樣完成咗試用期嘅呢個郵務員同埋呢個郵差咧，亦將會按呢屆時嘅實際服務啊，同埋呢個運作需要咧，考慮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咧，咁啊去續聘咁樣噶。咁啊安排咧下咧涉及咧呢個試用期咧有200多人嘅，咁啊佔香港郵政嘅人數係5% 左右嘅啫。咁啊有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咧，咁啊安排咧係唔合理啊！佢話咁啊指咧過往嘅公務員咧，除非咧犯咗嚴重嘅過失嘅啫，咁啊否則咧都會正常地去轉正嘅。咁啊如果咁樣做法咧，咁啊開咗呢個唔好嘅先例啦，即係會話令到嗰班郵政嘅呢班郵差啊，即係郵政服務嘅嘅人咧，會覺得你哋出爾反爾啊！咁好啦，咁啊喺禮拜一啦嘅晚上咧，咁啊有傳聞咧，香港郵政咧會向呢啲新丁開刀嘅。根據呢個郵務職工會咧披露啊，喺部門嘅協商委員會上面咧，咁啊部門咧計劃向呢個未實任即係實行呢個正式轉正呢個郵差同埋呢個郵務員咧，提供一份咧為期2年嘅公務員合約啊，條件咧繼續係聘任嘅，會有15% 嘅約滿酬金啦，有5% 嘅強積金啦，其實真係冇乜點半啦。咁啊，照可以咧就跳過去呢個薪級點嘅。咁啊，所有嘅公務員福利咧係唔變噶。咁我維持公務員嘅身份嘅嗱，即係話俾你聽，其實係如果冇轉正嘅公務員咧，都係依然咧享有緊呢一啲叫做公務員嘅福利嘅咁樣嘅，係冇咩點變嘅，同埋加人工嗰度咧都係會跟翻呢個薪酬啊，同埋公務員編制去加人工噶，係啦。咁啊，第一批咧受害者咧唔係受害者，受影響嘅人士咧係30幾人啦。由3月17日咧咁啊起啦，咁啊實行啦。佢哋咧需要喺9月3日之前咧回覆翻成件事嘅。咁啊全部咧大概咧係260人嘅，以新編制咧，即係用新嘅制度咧去續約嘅咁樣。咁好啦，咁啊香港咧郵政咧回覆咧表示啊，人力成本一直係呢個咁郵政嘅開支嘅組成部分啦。咁啊喺呢個進行呢個檢視呢個營運嘅模式嘅時候咧，咁啊必須面對啊整體嘅郵件咧量嘅下跌啊，而預計咧未來嘅跌幅咧會持續咁擴大啦。香港郵政咧必須要呢個審視啊，咁啊人力資源啊，同埋作出相應嘅配合啊，同埋確保咧善用呢個資源嘅。咁好啦，咁啊我想講翻咧就係話咧，喺2006年咧嗰陣時咧，
郵政咧，其實係有盈餘嘅。咁啊，當時好似有成4-5億㗎。咁啊，當時嗰個郵政嗰個處長咧，係諗住咧係派錢俾即係旗下嘅一啲員工嘅，即係好似郵政裏面一啲員工啊，因為佢哋唔係好多人嘅啫。咁但係因為咧個編制啦，同埋嗰個架構啦，甚至係政府嗰啲嘅程序咧，佢係冇辦法可以咁樣做啊。而真係有人講過咧，話咧如果郵政咧處咧，即係我哋香港郵政局啊上市咧，其實係可以揾到錢㗎。點解會咁講咧？香港郵政處咧，如果咧能夠上市啦，就變成一間公營機構，即係唔係公營機構，私人機構。而佢哋咧可以咧接到嘅嘢嚟做咧係好多啊，因為佢本身咧，我哋香港郵政咧係有飛機啦，係咪先？有呢個聯邦即係聯合嘅一個郵政嘅聯盟啦，即係即係唔同嘅國家都有香港嘅郵政啊嘛。而佢可以利用咧即係佢擁有嘅資源咧去做一啲人哋人哋普通即係細公司做唔到嘅嘢啊！即係其實甚至可能你話順豐啊，甚至啊嗰啲即係某一啲速遞公司都未必做到香港郵政做嘅嘢嘅咁樣。當然啦，係啊，你例如就係話收錢啦，即係我哋可以，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係有郵政局㗎，例如啲郵政局喺邊度啊？喺啲商場裏邊，係香港政府嘅商場裏面，喺呢個領展嘅商場裏面，而嗰啲商場裏面咧係好方便到市民嘅，而嗰啲郵政局咧係可以做唔同嘅嘢。而家我哋係做緊咩啊？幫人係收咩水費啊，收地租啊，收呢啲收嗰啲啦，係咪？咁如果擴大咗之後，佢係一個私人嘅機構咧，佢就唔止做呢啲嘢啦。佢就可以做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嘢，甚至佢可以同咩啊？同地鐵去合作啊！即係喺地鐵站咧裏面咧，即係做一啲收郵政啊，或者係收包裹嘅嘢啊。咁咧，即係可能好似阿陳達華，你咪黐線㗎，係咪啊？喺地鐵度做郵政係啊，有好多人咧，即係以前咧未有啲人咧送包裹啊，送啲郵政嘅嘢啊，咁佢哋都係搭地鐵噶嘛，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啊佢都搭地鐵噶啦，咁佢去每一個區嘅咁嘅方便啦。而郵政係邊個噶？郵政係香港政府噶嘛，咁香港政府地鐵係邊個？又係香港政府噶嘛。如果兩個機構合埋，即係唔係話合埋啦，即係互相利用嘅資源咧，其實係可即係整合咗嘅資源可以玩好多嘢噶嘛，係咪啊？咁好啦，有啲人話啦。咁郵政局啦，其實唔止淨係收信，同埋去收錢，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做法㗎喎，有好多唔同嘅嘢㗎喎，即係例如收包裹、收速遞，係咪啊？或者係做保險箱、保險櫃，係咪啊？甚至有好多唔同嘅嘢㗎嘛。好啦，另一樣嘢就係話，喂，如果好似日本、好似台灣咁。如果你即係將佢化整為零，交俾一啲嘅24小時嘅便利店去收呢啲包裹，甚至係收呢啲咁嘅信，咁嗰個效果可能仲好喎，因為全香港最多真係便利店啊嘛，係咪？如果佢哋收到呢啲信嘅，而佢哋即係儲埋一齊，當係一個禮拜派2次嘅。我諗佢個效果同埋個效能會好啲添。咁好啦，另一樣嘢就係自負盈虧啦。咁當你有一個獎罰嘅制度嘅時候咧，咁即係啲人就會勤力啲啦。首先啦，第一樣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今時今日咧，你用呢個公務員嘅制度去請人啊，你唔能夠去壓縮你個成本啊，因為你嘅人工其實佔咗你嗰個人力成本，其實都佔咗好多個 percent 噶嘛，差唔多成一半以上噶嘛。咁你冇得壓縮成本啦，你唔能夠判俾人做啦，你亦都因為你係一個政府機構，你唔能夠同其他人去合作，係咪啊？嗱好啦，當你同人哋合作嘅時候，咁嗰個上面就話啦，喂，我哋係公營機構嚟嘅喎，我哋唔能夠賺錢，我哋唔能夠賺好多錢，我哋唔可以與民相爭喎，與民爭利喎。
咁就冇得做啦。而家問題就係呢樣嘢啦，即係而家講緊個政府太迂腐啊，係咪啊？咁你又要想佢賺錢，但你唔放手俾佢做，而乜嘢啊？而所有嘅編制你都要跟翻公務員嗰個編制，而所有合約你都跟翻公務員嗰個合約。而家你睇到㗎，佢哋嗰啲所謂嘅合約嘅郵差，甚至係合約嘅郵務員，其實好似冇咩點變到，係咪啊？但係佢出嗰份糧係一樣㗎嘛，同你嗰個郵差，即係同你個政府公務員個編制係一樣㗎嘛。好啦，另一樣嘢最吊詭嘅地方喺邊度啊？佢話其實咧，我就唔想咧一次過 cut 晒嗰200幾人，所以咧我先至咧諗到個方法咧，就用呢個續約嘅方式去繼續去聘用佢哋。咁即係話咩咧？其實佢一早就想炒晒呢班人噶啦。唔係咁，你攞嚟講啫，即係你嗰個係3年嘅試用期嚟啊！你明知個尾啊，你係請唔到嗰啲人做，你試用期前應承咗人哋嘅長工嘅話，你會唔會未完個試用期之前早講咧？點解要去等人哋完成咗個試用期，然後掟份咁嘅合約出嚟？即係你其實係逼嗰啲人去接受啫嘛，夾硬。同埋佢呢啲細節都好撲街嘅，其實入邊。佢請多你2年之後，佢2年後可以再飛咗你噶嘛？佢嗰時唔再俾合約你咪得咯。即係如果要，其實即係我覺得政府撲街嘅位係你明知道你搞唔掂嘅，不如你唔好喺個合約3年期個試用期嘅3年到試用期完你先講啊！你早啲講，咁你可以俾人哋嗰個做緊試用期嗰個郵差去考量，我仲應唔應該繼續去即係做呢份工咧？因為佢個合理期望就係我做完3年，如果我冇問題，我就會轉成一個長工，係一個終身制嚟噶嘛。其實，而家你俾人嘅就確實唔係呢樣嘢啊嘛。咁你即係個期望落差好大啊！人哋個期望係呢樣嘢，你又達唔到，你係一早知道係唔會達得到嘅。其實你個政府喺呢一方面係極冇口齒噶，即係我明，我明郵政局嗰度係會揾唔到錢嘅。咁即係你對嗰個 planning，即係對你個策劃規劃嚟講，本身就有問題啦。即係你明知道個郵政局係會式微嘅喎，呢個行業。而家你有咁多競爭對手，你有菜鳥，又有順豐嗰啲咁嘅嘢，即係人哋就係做得平過你啊嘛。問題你有冇諗過？其實如果你有競爭力，你平過佢咁咪得，或者你個價錢係可以同佢媲美嘅，咁其實係有得做噶嘛。係啊，其實我話俾你聽，如果香港郵局咧，佢冇咁多掣肘咧，冇咁多迂腐嘅一啲政府嘅架構咧，即係成日綁手綁腳咧。係啊，我諗佢揾到好多錢噶，因為佢係乜嘢？佢有好多嘅現有嘅一啲資源喺度嘛。而嗰啲資源咧係咩菜鳥又好，你順豐都好，都冇呢啲資源噶。即係你成個即係你好老實啦。如果你要做嘅，香港政府開綠燈啊，你邊個都唔夠佢做啦。即係你明唔明啊？而問題就係咩啊？香港政府唔想與民爭利啊嘛。佢話咁我哋係一個政府嘅機構嚟噶嘛。我寧願咧每個年度或者每幾多年之後咧，我就泵錢俾你吓。而家40幾億啦，咁樣係咪？我俾你蝕唔緊要，即係佢係咁迂腐啊嘛。其實唔係，即係下面講嘅唔係錢嘅問題啊，其實係嗰個政府嗰個行政啊，嗰個架構問題啊。而嗰啲人咧，佢一諗到一啲方案啦，諗住點樣去賺錢啦。例如我諗住同呢個拼多多，甚至係同淘寶合作，係咪啊？我哋幫手去派件，派一啲大型嘅件，咁我咪可以賺到錢咯。但係香港政府係點啊？香港政府嗱。因為我哋香港郵局咧本身已經有一個好巨型嘅一個倉啊，一個好大嘅倉庫，其實係可以處理到大型嘅貨物噶。咁問題係邊度啊？問題就係香港政府講話我哋咧就唔應該去同呢啲人合作嘅。如果要同佢哋合作咧，我哋要賺晒佢哋啲錢啊！我哋唔能夠俾人哋賺，一係咧就我哋賺晒。
一係就佢賺晒，我哋唔能夠與民爭利，我屌你咯，咁你唔使做啦，咁你做生意啊嘛，而家係咪啊？你佢都白痴嘅。郵局佢如果係一盤生，講郵局嗯係一盤生意嚟噶嘛，嗯，佢唔係政府一個機，即係唔係政府一個嘅行政機構啊嘛，大佬唔應該係咁樣噶嘛。你可以話郵政係政府嘅其中一個服務嘅項目嚟咯，即係因為你唔可以冇郵政噶嘛一個地方。得啦，不過即係咁，你可以其實外判出去，同埋其他嗰啲物流公司啊，或者即係送貨嗰啲合作嘅，根本一向都得嘅。美國郵政都有做，而係做咗好多年嘅。咁係你香港政府係好奇怪，即係如果你話同市民爭，咁你賣地其實係咪即係都係啊？你壟斷晒啲地嚟賣，咁你係咪做緊生意揾緊錢啊？即係如果你咁講，你唔係啊，應該啦，你應該送啲地俾啲地產商，或者同佢哋合作做啦。即係唔係就咁賣地俾佢哋啦？如果你咁講，即係係啊，你自己攞嚟講啫嘛啲嘢，即係你同埋而家做得唔好，搞到個郵政局係蝕錢嘅，咁你咪要去改革去改進，令到佢起碼可以自負盈虧啊！即係唔係你蝕多幾年錢冇所謂嘅，即係你泵幾年錢一開始俾佢領嗯嗯展以前都要嘅。咁嗯不過即係你個目的就係、即係可能到幾多年個郵局可以自負盈虧嘅，同埋你要真係記得郵政呢樣嘢咧係應該式微噶嘛。全世界其實原則上都某程度上係式微噶啦，因為有好多其他科技嘢係取代咗郵政噶嘛。嗯。同埋咧，即係你香港郵政係要改變噶啦，即係人哋做嗰啲倉啊，做速遞嗰啲係有凍倉、儲存倉啊，有唔同嘅倉庫噶啦嘛。咁如果香港政府去做，即係其實唔應該用香港政府，我成日都有個口誤，係應該郵政局咧自己做嘅話咧，係應該有自己嘅倉庫啊嘛。而嗰啲倉庫咧係可以即係令到其他嘅客戶或者好似我諗就好似 HKTV Mall 咁樣啦，即係分派啲件嘅，你咪當判俾佢哋做啊，或者判俾唔同嘅公司做，咁你咪有好多電商咪願意入去咯，因為係點講啊？喺呢個運輸方面有唔同嘅競爭啊嘛，咁令到嗰個成本會壓縮噶嘛，係咪啊？好啦，當你自己有好多配套啊，例如有凍倉啊，有貨倉啊，有唔同嘅倉喺度啦。尤其是你有咁多個點啊，喺全香港嘅所有嘅地區屋村，你都有個點喺度噶嘛。而嗰個係派發點咧，個位置係必定係好過嗰啲咩菜料啊咩料嗰啲噶啦，因為嗰啲送上門噶嘛，係咪？佢喺條街度都冇所謂啦，其實係咪？而你嗰啲位咧，基本上你可以去嗰度攞又得，係咪啊？你派上門又得，即係你可以做好多嘢啊。而家係好多時有啲食物啊，甚至有啲嘢你係唔夠膽去喺網上去買啊。而如果你香港郵政咧，你有一個地方你能夠保證嗰啲嘢係新鮮嘅，我諗好多人會去買咯，即係好似都係 HKTV Mall 咁啫嘛，係咪啊？係，我同意。甚至你可以同 HKTV Mall 或者順豐或者菜鳥合作都仲得啦。即係有啲嘢，咁佢咪可能租用你個郵局嘅某一部分嚟，即係租用某一部分嘅倉咁去一齊做，有啲嘢都得㗎。有啲運輸嘅嘢，即係點解你唔同埋去嘗試做啲咁嘅嘢啫嘛？就係個政府嘅問題咯。係啊，同埋佢唔需要同人合作噶嘛，即係我攞嘢嚟做啫嘛。嗱，我攞拼多多，我攞京東，我攞呢個淘寶嗰啲貨嚟派，係咪啊？冇問題噶，咪一樣冇問題，照係啊，攞啫嘛。喂，當係可能個成本好低嘅，我哋冇咩錢賺嘅，咪唔做咯。你做翻一啲高成本嘅咯，即係即係你冇錯啦。揀嘢做咯，係咪啊？都得噶嘛，啱唔啱啊？即係而家就係乜嘢左手左腳嗰個就係香港政府啊嘛。令到香港郵政係冇辦法可以有一個盈利同埋有個增長啊嘛，呢樣嘢係一個敗筆嚟噶嘛。係啊，變咗你揾啲郵差去開刀，咁就其實真係冇乜意義咯。即係雖然你可以話而家佢啲條款，你肯簽嗰個合約嘅條款其實唔大鑊嘅，其實係真係差唔多嘅。係啊，不過咁大佬，我點知你2年後會唔會即係而家係用2年時間嚟揞住你嗰批人嗰把口，2年後就話哦唔得啦，我哋郵政搞唔掂啦，呢批人我哋請唔到噶啦，咁一樣係一刀切咁 cut 晒佢哋咯。不過冇噶啦，你睇到而家呢班官
屌佢成日諗住節流就冇諗過開源，死硬啦！成日搞咩諗住搞啲咩高咩科技啊，搞咩科技園咩園咩物流園，屌！其實你本身自己已經係有一個優勢喺度啦。即係我頭先講喂，如果你肯善用你自己嘅現有嘅資源啊，屌你無敵啦喺香港地！啱唔啱啊？你香港郵政喎，你香港政府喎，邊個做得贏你啊？係即係啊，你除非你自己讓利俾人哋嘅啫嘛。而家佢咪做緊呢啲嘢咯。其實佢好多嘢都好不切實際嘅。我哋已經係有個科技園，再加個數碼港噶啦。咁頂，你成日話嗰啲高科技咗去邊啫？咁多年啦，你真係出過有幾多高科技嘅嘢啊？你自己心照啦。有幾多人係嚟呢度係嚟搭棚嘅？你又被租咗俾人，你唔係冇數據啊？係咯，咩新田科技園嗰啲咪攞嚟搞噶咯，係啊。咁啊好啦，咁啊有冇補充？冇補充啊，下一個啦。唉。